比方说父母有生男孩子，他没有生女孩子，父母会怎么样？讲说有生一个男孩子，有生男孩子没有生女孩子，他想说生一个女孩子。那有男有女叫做好，所以好那个字就是有男有女，有女有子，所以叫做好。那在这方面呢，就我们的文化。所以这一次呢，我们108年的同心会考，希望呢，我们各位参与读经的各位，同学、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考到你们所追求的、所考述的那个目标。那当然，很多家长陪考，很多同修陪考，所以希望呢，我们各位同修家长都能够鼓励我们的子女能够好好的考试希望呢各位在这方面呢今天大家都能够圆满都能够达到目的，都能够考得很好的这种成绩。或许在这里祝福各位能够把这个读经会考的考试，大家能够达到目的也祝福各位大家健康平安，谢谢各位。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周学仁慈悲。那个开锣。现在恭请会给我们参加宾来敲响状元锣，用洪亮的锣声揭开大会的序幕。开锣代表着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文化兴国、永续传承。首先，恭请育儿圣堂周前人为我们来敲开状元锣。敲锣，敲响第一声状元锣，马到成功因才作。感谢周前人为我们发锣。现在恭请第二圣堂洪兴聪副前人为我们敲响第二声状元锣。开锣，敲响第二声状元锣，培育人才一锅锅。感谢洪副前人为我们打开开锣。下一位恭请罗金满点环师为我们敲响第三声状元锣。敲锣。敲响第三声状元锣，读经教育见成果。感谢有点师为我们开锣。接着恭请洪清新点环师为我们敲响第四声状元锣。敲锣。敲
恭请曾树林点团师为我们敲响第5声状元锣。敲锣。敲响第5声状元锣，文化传承有着落。感谢曾点团师为我们开锣。再来恭请蔡宝美点团师为我们敲响第6声状元锣。敲锣。敲响第7声状元锣，如今风气更蓬勃。接着锣声的6声，古愿文化传承人人做，实现大同理想国。我们请现场的来宾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以上6位嘉宾为我们开锣，为我们今天的活动更添光彩。为了让评鉴会议更为顺畅，我们邀请几位节目主持人来做示范评鉴会考的规则哦。还有注意事项哦，那么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要注意看仔细哦。现在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评鉴规则示范表演，请掌声欢迎。